舊夢不須記，新路在眼前。星期三係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，俗語話30而立，標誌住發展邁向成熟穩健。但而家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。以前我哋習慣抬頭望西方，低頭睇內地。不過國家呢30年早已今非昔比。香港要喺而立之年行得更堅實，首要任務就係認清楚當下嘅形勢。記得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喺北京舉行，嗰陣嘅藍天白雲俾人笑話只係曇花一現。但國家全力打擊污染，為農村家庭安裝屋頂光伏板，用光伏發電代替燒煤，剩低嘅電仲可以賣俾電網，補貼家居收入。10年間，北京嘅 PM2.5濃度跌咗大約70%，優良天氣超過80%。而家光伏產品同電動車、鋰電池並稱為新三樣，出口接近13,000億人民幣。國產電動車銷量連續11年世界第一，成為澳洲最受歡迎嘅品牌。軟實力方面，國家推出240小時過境免簽，吸引咗好多外籍遊客嚟親身感受中國嘅安全同現代化，有力反擊西方嘅偏見。DeepSeek 躋身成世界級嘅 AI 大模型，令全球刮目相看。黑神話同哪吒亦都以東方故事打破咗西方嘅審美霸權。最近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靠質樸情感擊中全球華人嘅淚點，票房接近20億。反觀香港呢個昔日嘅流行文化中心影響力已經冇以前咁大。所謂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。世界嘅另一邊，美國嘅製造業空心化加速暴露，加上兩黨之間嘅長期博弈，大型基建決策慢，成本失控。加州高鐵2008年獲批，到而家17年，連一條軌都未鋪得成，真係令人側目。由美國牽頭嘅國際太空站原定2024年退役，雖然一拖再拖，但已經出現設施老化、漏氣等問題。太空人甚至曾經要準備緊急撤離。到2030年代退役之後，國家嘅天宮太空站就將會係全球唯一在軌嘅太空站。歐洲都唔好得幾多，北歐曾經全力扶持北福電池公司，想擺脱對中國嘅依賴，但最終宣告破產。佢哋自己研發嘅伽利略衛星，亦都遠遠比唔上國家嘅北斗衛星。民生方面，歐洲城市冷氣普及率低，熱浪熱死人，有市民跳河避暑，卻不幸浸死。反觀我哋天文台一發出酷熱警告，民政處就即刻開放社區會堂做避暑中心。呢類悲劇喺香港真係難以想像。面對世界大勢，香港要立足同追趕，就要提升質同量。喺質方面，唔可以淨係靠地產同金融。政府正推動家族辦公室，打造留學香港品牌，建設北部都會區，都係要開拓多元支柱產業，配合國家15-5規劃，賦予香港嘅獨特角色。其實唔止政府，民間都要有新思維。北上消費雖然衝擊本地食肆，但都有唔少新品牌把握機會，變成網紅店，生意好旺。喺量方面，香港面積有限 ，GDP 全球排到40位左右。不過我哋嘅優勢唔在大，而在通，所以必須要主動同內地企業拼船出海。發揮超級聯繫人同增值人嘅角色，爭取更廣闊嘅市場規模。出年就係回歸30週年，期望香港認清形勢，用發展嘅成果交出一份令人滿意嘅答卷。